第4章，基督既然伫肉身受苦，恁也着将即款的心志做摒弃，因为伫肉身受过苦的，就已经甲罪断绝啦。恁存即款的心，对待以后，就通无趁人的情欲，只趁上帝的旨意，伫世间度存乐的光阴。因为往日顺趁外邦人的心意，行邪淫、恶欲、醉酒、荒宴、军饮，并渴望拜偶像的事，时阵已经到啦。因伫这个事上，看见恁无甲因同走迄个放荡无道的路，就掠做怪，诽谤恁。因的确伫迄个特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笑，为即个就是死人也捌有福音传互因，要叫因的肉体照着人受审判，因的灵性却靠上帝活地，万物的结局近啦。所以恁着谨慎自守，警醒祈祷。第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疼，因为疼会惹堪真多的罪，恁着互相款待，无发怨言，逐人着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若有讲道的，着按着上帝的圣言讲；若有服侍人的，着照着上帝所赐的力量服侍，互上帝伫凡事上，因为耶稣基督得到荣耀。原来荣耀权能拢是伊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亲爱的兄弟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恁，毋通掠做奇怪，亲像是拄着非常的事，反倒着欢喜，因为恁是甲基督三角受苦，互恁伫伊荣耀显现的时阵，也通欢喜快乐。恁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就是有福气的，因为上帝荣耀的灵常常踮伫恁的身顶。恁中间却毋通有人，因为杀人、偷窃、做歹、爱管闲事来受苦。若为着做基督徒受苦，却毋通见笑，反倒因为这个名归荣耀互上帝。因为时阵到啦，审判要对上帝的家起手。若是大声对咱起手，遐个毋信上帝福音的人，特别有何等的结局呢？若是义人简单得救，遐个无敬虔甲犯罪的人，特别有什么地通徛呢？所以，迄个照上帝旨意受苦的人，着一心做好，将家己灵魂交互迄个信实的造化的主。